啊，刷落来，咱后一个分享者是美芬老师。这个美芬老师咧，其实嘛真特别哦，因为伊甲我的关系就是嘛真特别，因为伊嘛是南投人，而且伊是我共一个学校的校长。所以我今仔日就邀请伊来分享伊的人生故事，因为我感觉伊的人生故事嘛真趣味。伊讲伊是戏剧系毕业的台语老师，哦，我感觉这嘛是真趣味哈。所以咱今仔日就来欢迎咱的美芬老师来分享。好，歹势吼，有听到声音吼？有。有安尼哦，有有，好啊，好，我来即个切我画面啦吼，我是爱试迄等一个翻译，是毋是？对，你是要用 PPT PPT 爱点迄个规个画转，面，嘿，啊无就是迄个好，单个视窗哦。好，要紧，我今仔日爱去补办一个，要辛苦欠钱。哦，你即摆嘛咧做老师哦。系啊，迄老师吼，各行各业拢有辛苦的所在啦吼。好，我来分享一下，我真简单啦吼。即个歹势，你问我毋是语言专家吼，我先家己找一个楼梯啊，毋敢安尼讲。哦，你莫问我语言的问题，我是半路才出来学啥，我台语嘛讲啊，不是无认真诶。哦，跨路出塞一下。半路出师啊，多谢啦。哎哟，话台语你甲我讲，有话我嘛是足袂晓讲诶，嘛是甲大家鼓励吼，像我台语讲啊遮尔算真含慢诶，嘛咱靠着即个老师吼，所以我感觉大家就继续加油啦吼。哦，有看我 PPT 无？有啊，有哦。好，来，好后一个吼，来到来起站来追踪一下吼，来这扫 QR code 马上追踪吼，马上追踪一下吼，起站，好，安尼我建议你登去 Google 拢找，毋是 Google 你登去面册拍这个美芬老师的，拍头前4个你可能就找有啊啦吼，我 IG 嘛有啦。毋过歹势，我可能老人较咧拢咧用面册，IG 即摆流行较流行较死行迄种短影片吼，迄我较袂晓哦，所以较无咧经营，咱主要用即个 PPT 面册啦，好，后一啊吼，这我感觉啦吼，我即摆人生观啦吼，就像这真穿的这吼，这路途时八厘命一世人。亲像咧做人客，我感觉人生短短啊吼，免遐严肃啦吼。好这就是等一我分享一个态度啦。这过来，先甲伊提醒一下啦吼。美芬老师的人生一路行来顺了，心理准备吼，准备好势，请起赞。我看一下，您准备好了，帮我按个赞好不好？按个赞哈，赞哦，好，起一个赞，好。来讲来，继续来讲落去吼。哦，这真简单啦吼，我人生上开始看到这台艺台戏剧系啦吼，所以就较早戏剧系时阵做一寡表演啦吼，从这中下骹迄阵吼，嘛有去这个我捷克，我毋知台语安怎了，去捷克嘛表演啦，其实表演时间足快乐诶，吼，过来其实毋若做表演吼，我伫剧场吼嘛做行政啦吼，伊嘛做一寡，这是较处理一寡较事务性的物件啦。上后来吼，伫迄大学时阵，就咱读戏剧系过来吼，就修迄教程毕业了后，就去实习，实习就来上这个中山社大上安定春老师的这个台语课，迄当时本地就是。有兴趣啦吼，本来就是只敢若有兴趣，毋过嘛是因为有上课才知影讲，因为上到一半我是2019年的时候去上，2019年去上啦，过来咧哪上到一个这法律就通过啊，通过就讲，这个台语以后可能有正式的课，正式的课，所以我其实就想讲，其实嘛袂歹啊，毋过到旧年考了我就。
拄感觉讲吼，选择上要紧啦吼，选好才拍拼哦。你若是选毋着咯，苦苦安尼伫咧拍拼，一直咧努力，这是嘛是较无彩啦吼。啊，毋是讲好也是无好，所以后来就是实习的时阵，教师实习的时阵，哦，2019年啊，就来学这台语。啊，迄当时我是连罗马拼音都袂晓哦，因为3年前，差不多3年前，我罗马拼音拢也看无。哦，啊，毋过人生足歹讲的啦，吼。哦，啊，后来实习了后，就摕到这考了教师证啦嘛，吼。啊，考了各种表演艺术科的教师证啦，吼。啊，拢足顺利的，我无拄着啥物困难，哦，足顺利的吼，歹势啦，过来就去工会分发去即个台北市民生国中啦吼，我是工会的，迄当时我是无考过教真啦吼，所以毋知影流浪老师的痛苦，嘛毋知做啥物拢足顺的，毋过这就甲后来我感觉有淡薄即摆人生的一种态度有关系啦吼，过来伫表演艺术做这个训育组长，做表演艺术老师，所以迄当阵我教册大部分拢是用其实我家己的通用语，伫外口的通用语嘛是拢以华语较济，迄当较无迄种意识讲爱加讲台语啦吼，加减加减会讲啦，毋过主要拢是用华语去教即个表演艺术，像这中迄张就是迄华语叫断背山的电影，上正面就是啦啦链。边仔上课的状况啦吼，趣味啊，因为表演艺术这物件，较免去真诶去思考较深诶，就伊就是，迄有受教的人嘛，知多元智人嘛，多元智人迄些理论其实逐个人伊无共款诶专长，我感觉表演艺术较需要是勇气，还是较愿意表现你家己。我做表演训育组长第2档啦，第1档是做专任专门咧教表演艺术。第2档我就去做训育组长训育组长。其实这2档嘛是拢各伫，嘛是发挥我家己的专长去来做表演。像倒边迄张就是有一个同学伊迄个较大颗，倒边迄我是中迄个嘛，倒边相片正边迄个同学伊经去加拿大咧留学去遐读高中。像正边迄张相片，就模仿迄个像阵陈汉典陈汉典咧学迄戴资颖咧，戴资颖我爱你迄嘛是真红真清，就模仿迄来做一个教师一个表演。迄衫拢是我家己买的啦即摆拢还留的。嘛是因为我就是2020年开始教册拄开始教的时阵嘛足好运的，所以讲人生足歹讲的，就足好运的就拄着台师大有开这台语文的第2专长这个学分班就去报名。迄当阵其实原本阮学校讲我头1档教册袂当去这个进修毋过后来我嘛是照去，因为这学分班第2专长这班是伫每礼拜六上规工的拢伫师大，后来有改线顶上2年2档后来就摕到台语的教师证咯，修40学分。顺便这就是这个秀荣老师嘛伊有教阮4学分还是6学分都两门课啦安尼就伫遐台师大修台语嘛，个重新来去练习即个罗马字，也个有即个台语汉字所以其实讲起来，我想在座台语人一定拢是比我较厉害啦毋过我想这嘛甲后来考教程有关系。迄当阵就发挥我家己专长，我较伊剪辑一寡影片啦像倒边迄嘛是含同学去拍影片甲伊拍练习，用迄手机拢是用手机剪的来输入即个台语文边嘛是
爱拼才会啊，啊嘛是家己拍 MV 安尼，趣味啊啦好耍上重要啦。你若是感觉即个学习无好耍，就会感觉较无聊，啊你就学了就较无印象啊。伫即两冬的时阵吼，2020年甲2022年嘛是有哪收台语课，嘛是有哪邀请学生来做一个台语的创作。毋过我家己较无介意，因为可能我嘛不是专家，所以我嘛无会才调去参加较专门的迄台语的演讲还是朗读，所以我是较欢喜、较介意用迄种台语去创作。来看一寡，若是等下毋知看到有声音无，若无声，莫甲我讲吼。敢有听到声音无？无。无声音吼，我紧仔就大家，就是大家看者，然后因为我想这就较。可能换一个分享的方式，我换一，用迄个单一分页迄个应该会使。即摆敢有听到啊？爱先分享。有啊。我是要切掉。我的小仔就会转红，变了真水。今仔日我转来我的故乡，民生国中。我伫遮大马10多年，毋过伫去年8月被开学进前，这主要就是讲，就是有后来嘛，这嘛得奖诶，吼，这钱嘛袂少，大家会当去参加。这钱吼，这钱我记像是有10000块吼，这第2名1万，这学生就摕5000，另外一个嘛摕5000。这我讲你迄参加迄比赛，找一寡迄较少人无要参加。像这比赛，你看这啥人有听过？说故事这一世人嘛无听过这种比赛。毋过这教育部就真好去啊！我来参加这个。我即摆来分享另外一个吼，我来这个中部，我嘛有带学生参加另外一个这个。这嘛是1万块。这个吼，这个就是演员人数无够，我就去斗啦。这个是，那拢无看，那就学生的哈。阿君，你讲要专心读册，根本就是咧骗我的。你只是为着伊，要和伊做伙才记住我，对无？大概就看者，有印象这网络YouTube 囥去面顶啦。这两个比赛拢是，无啥人要参加，你爱鼓励学生去参加这，爱用台语，全部用台语去创作，毋过像这台语就是我台文，因为学生毋知迄台语汉字，这种我拍，因就主要爱用用台语去表演，用即种语言，伊会感觉台语就较直接的一个影响啦吼。讲这是好，佫当得奖，佫有钱通好摕咧吼。好，先要结束啊！我将我要讲即个面册迄部分啦吼。参加好即摆佫有看到画面无？有帮我甲我印一声吼。有哦。有吼好这嘛是吼，我嘛参加，毋过这学生伊就是入去这个复赛了，伊就无想要去决赛啊啦吼。毋过伊嘛是复赛嘛是拢用台语去介绍即个骨雪湖先生，即个南瓜运进这其实我嘛无啥晓念，伊样对伊嘛是练出久诶吼。后来就摕两当了，摕到台语文科诶教授证了吼。后来就考转来我故乡中部啦吼，因为我故乡是南投啦吼，过都考转来台中啦，算较近啊啦吼，伊要车钱嘛袂遐伤本啦吼，车钱较少啊啦吼，这就头讲诶啦吼，带学生去参加即个拍影片诶即个比赛。好，毋过我感觉吼，来这花无百日红吼，人无千日好啦吼，3年就好歹才轮。我想我即世人遮尔顺，
以后可能毋是可能无到10-8岁啊，啥可能会出一寡意外啦吼。嘿，以后可能出代志，我把握时间，因为我感觉一世人人人生应该是袂真是顺啦，一定会出啥物代志，所以我讲把握时间来推广台语，所以就会较深入即个面册啦吼，即个袂重要啦，甲我想要做诶代志，透过即个影片吼，来甲伊放上，甲大家知影。这是课纲吼，课纲规定诶，又讲生活化、实用化，趣味性，嘛要文学性，所以你看面册，我即个袂重要面顶，拢是遵照即个去做一个即个规划啦吼。因为而且我是感觉我其实有足侪前辈因拢是有做即种台语诶图吼，来教台语。毋过其实真侪物件，干若录音，也是讲干若文字，迄是。因就较无印象，而且因嘛看无罗马字，所以我会选一寡我即摆嘛咧看，真正莫计较。我嘛有看一寡早期诶一寡艺人名称因诶一寡访问我感觉遐访问会当甲伊剪辑来做一个学习啦吼，嘛是生活化因有诶讲起来嘛不哩趣味啦吼。就是一寡经历啦吼，我感觉即有诶物件，因为我嘛爱承认我毋是台语系出身诶，有一寡物件就是大家互相闹开求进步啦吼，有时毋对会当甲我讲，这就是即摆目前做一寡成果啦吼，就继续做加减做啦吼，拢是对台语拢有帮助诶啦吼，这就有做一寡我上课物件，像这好料吼。好了，我上课教迄个词，嘛是尽量拢用图来去代替讲我敢若用嘴讲，安尼是较趣味。像咧天佮挂文点，我把你的肛门封起来，这我第一课有一个天的即个词然后天安尼，若是嘛是较趣味啦，大家学生较有感觉上台语课较趣味啦，这下骹就是学生高中生做的啦用即个因为迄公司台语台有即种，伊是画网架的啦我就摕公司台语台的迄个网架，互因做一个表演艺术的练习啦。毋过这课是台语课啦好，多谢大家这个继续拼台语文台团好，拜拜。感谢美芬老师的分享，即摆大家呢当开始来问老师问题。敢若想要问老师啥物问题，拢会使举手啊。敢有？我想要分享，好，伊有先讲。好，歹势。我想要请问民英你就是你的观察内底，你伫北部的学校教，甲伫中部台中学校教有啥物？敢有啥物无共的真无共的所在？好，即个北部学生吼，即北部学生可能我感觉较冷较冰较无认真味。毋过这中部吼，我是我海边仔这龙井遮啦吼。拄仔遮是较讲诶漳州音诶啦较北边就是五七仔讲泉州，遮大部分拢是漳州诶即种口较偏漳诶啦。遮学生囡仔拢较热情吼，今日路里诶讲米粉，哎哟，要惊死！较热情，我感觉这嘛是因较嘛较单纯啦，毋过讲较歹听就较戆啦，就较单纯啦吼。差不多就安尼其实因遮台语你嘛。我感觉嘛无讲会特别，较会晓讲，嘛看家庭啦，看个人啦大部分恁上会发现讲伊下课讲诶共同语嘛是以这华语为主，毋过你会感觉足悲哀，就是因唯一会晓讲就是干，无就靠腰，无就靠背，愈听愈悲哀。我上一学期一直甲我讲即几句话，好。敢有其他人想要发问的？头阿姨毋是，阿姨你讲。我想要讲比阮老师讲话足好笑的，我就想要上你的课的。
歹势我讲诶吼，这可能有一寡这个老大人哦，老伙仔讲这可能讲臭年代，因为我新年我普遍是共同语哦，拢是以华语较济啦吼。啊，毋过这个哎呀，我都尽量啦吼。我感觉上你的课也会使上迄个表演艺术，我感觉真幸福呢。嘿啊，迄幸福欢喜上重要啦吼。哎，我甲伊讲诶，嘿啊，吼，我毋知要讲啥。大家有啥物问题拢咱问吼，迄叫迄哦，还是讲台语诶，还是讲较真咧考啥吼？一个迄叫迄，哪有迄材料，咱来考来即个，过来台中吼。有一个听众想要问，请讲。美芬老师你好，因为我即摆是读台文系目前嘛有计划想要考教师，我想要问教程相关，就是讲考老师的时阵有啥物准备的方向？因为看老师你的教学方式是较趣味、较生活化的，毋过我就较无迄个准备的方向。是讲爱用迄教育部规定的教材，也是讲像老师安尼为生活当中会来学习。多谢。好啦吼，我先讲教真的部分啦吼，因为我其实我著讲我即个人，我人生足顺的吼，我无啥物经过啥物即个流浪过，迄我毋知吼。所以但我甲你讲吼，即个教授吼，也是讲迄委员，因为迄委员真侪拢是迄辅导团的老师还是校长，伊是因在场看，因有诶其实无一定是台语的专业无，因为迄当中可能有三个评审，这三个评审内面可能有一两个是迄台语的专长，可能有一个毋是啦，吼，所以因要看的是你即个人现场教册种啥特质啦，吼，特质啊，你的特质，你有啥特别的所在？所以当初我试教，我台中试教就是咧教即个，我记是空闲的只破水节咯，啥物就是国际，毋是咧教诶加来书啦，加来书，你就爱含诶学生啊，咱像咧搬戏，好啊，赞咯好，有即个是阿东，哟，讲了真赞，好来加分，所以咱即马要讲诶即个就是搁爱摒扫，搁爱留土骹，就是华语讲诶土地啦，土地，溜咧哈，我是记咧啊，有即个无共款加来书资本啥物，伊就是爱较趣味咧，趣味甲吸引即个评审即个注意啦，吼，教册嘛是啦，吼。因为我想国中我教嘛是拢是课本的物件，只是讲亲像阮有迄讲到即个腔口差，就讲到即个可能较鸡肉，还是即个鸡肉即种吼。像我即马我顶回伫我迄袂重要搭一个迄个单雷吼，因为单雷是伊是大城遐个人，中华大城，所以伊是较海口音的，都是偏传的。就搭即个影片，其实你会当拉棒安那停落，就问下是讲，单雷讲即个，伊讲细汉，恁讲啥？因就较欢迎讲细汉，就透过这生活化，真诶有人安尼讲，讲即种因较无听过即种腔口，因就感觉讲，哎哟，这台语就是较真多元啦，因为你敢照课本念过是较无意思，而且即摆学生因啥胃口饲甲拢一定要看影片，无伊就随时戆神就结好安尼拢上课无咧听你一定要影片甲吸引伊诶注意多谢老师帮赞助大诶。趣味上重要，爱趣味爱趣味再来阿英。我想要问讲，美芬老师，你敢有想过转去南投教册，还是安怎会走去台中教册啊？
我甲你讲，哎哟，这都是足现实的一个问题啦吼。哎，即个，哎哟，南投长期拢是即个国民党的执政，哎哟，所以南投送到尾有过拖去，你知无？啊，你嘛知这咱的正式的老师，就是爱靠即个县市的即个财政嘛吼。县市若是无钱的话，要安怎开即个正式的课，对毋对啊？所以南投都无钱啊，南投欠可能负债可能转台湾头几名，所以无可能会开课。所以我想要转去嘛是无法度啦吼。台中市伊是即个伫遐，我嘛毋知直辖市啦吼，所以可以较有较侪经费会当开即个课，毋过就是较等看卖啊，因为亲像高中可能较有机会，因为高中有诶是国立诶国立诶，迄都算教育部咧管诶，所以伊诶财政吼，伊诶经费都是拢是中央诶，即种可能较会有可能会开，亲像我即马知影吼，若是在场到要今年要考，因为我可能嘛考看觅，我是有一个即个直下市吼，像今年高中会开，中华有开一个课，高中诶，直下变直下，今年高中会开一个课啦吼，大家若是有迄中学诶教师证，会当去考看觅啦吼。因为中学好处嘛有些歹处啦，好处就是伊敢考台语文，高中敢考迄个科目的专业，袂考教育专业。所以在场这台语系吼，你台语真厉害，你要去考高中的哦。你若是台语，亲像我较含慢的，迄程度嘛是真有差哦。国中就是你，因为你教育较厉害，就要去考国中的啦吼。看你诶倒一方面较有才调，就去考啦。哦，所以是因为迄当阵南投无开课，台中有开，所以才选择去台中诶。南投我看即世人我是免噩梦啊啦。南投开课即开一个，像我本来教表演艺术的台中你看连台中市表演艺术的，嘛已经要10年无开啊。迄毋是讲一拍两拍的迄种纪录咯，迄就是。无开就是零拍，就是完全无机会啊！所以先靠等来再个讲啦。台中市就较近，以后会当华语讲的即个介品啊，吼介品，介绍介品就让介品快让登去南投无啦。好，希望会当登去咱的母校啦。母校虽然啦。安尼是佫有一位方贵请讲。即个顶回我听迄洪伟仁老师吼，你是毋是就是迄个住北港迄个？方贵，你爱去开麦克啊？无啦，伊是北港人啊，伊新港人。新港是新港对啦，伊是北港诶，乡镇看像我安妮啊。我有一寡印象，这伊迄土地哦。方贵诶，麦克会记开。北港伊讲北港人啦，伊北港人。对啊。好，看啥问题啦？我先。方贵，你表示有问题，你爱开麦克啊？还是要咧拍字，爱等你一下吧。还是咧生活？有啥？无声。你的麦克爱开啊？你的麦克。还是耳机爱插落哟？无开啊吼，无听到你即个美丽声音啦吼。迄个面目方贵，巧一个。下来先换朱玲好啊，朱玲请讲。老师你好。老师你好。就是我应该爱尊称你一句先拜吼，因为我即马嘛是伫大师界咧修即个第二专长的课程就是讲，我想要问老师讲，你即马伫学校是若教台语嘛有教即个表演艺术是安尼吗？你有感觉讲即两种课咧上课的时阵，敢有啥物无共款？还是讲你是安怎伫你的课程内底安尼鼓励学生用即个台语来做即个创作的即个外界安尼多谢。
哦，歹势啊，因为我来遮，因为阮学校已经有一个专任的表演艺术老师，所以伊无配一个台语课互我。哦，啊，颠倒因为拄啊，即学期我节数无够，因为今年即学期也无2年的吼，明年才有后学年才有2年进来上台语，所以我即学期拄啊节数无够，所以我好像配着即个童军啦，童军要求叫我教童军。啊，毋过嘛好佳在，我其实嘛，我嘛是甲伊咧爬山啦吼，有一寡户外教育，吼，户外爬山风险管理，因为我嘛有参加一寡演习啦吼，进前我伫台北时阵啦，所以嘛是有一寡较相共诶，当甲学生讲。啊，毋过即马我，因为我即马拢毋知要创啥，即马我头甲伊当做表演艺术来咧教啦吼，拢叫伊安尼。有一寡专有名词，我都无特别去查，啊，因可能讲嘛听无。哦，即马就讲，有做我当作表演艺术咧教。啊，有做好，啊，即马3个人，我讲3哦，啊，3个人一组，哦，啊，4个人一组，啊，箍落来，哦，啊，就耍一寡剧场游戏啦，吼，剧场诶游戏，然后啊，看咱先当甲当时，啊，当甲我落动，啊，才个想办法。啊，毋过即马就是耍一寡表演艺术，啊，有一寡。即个知识我通常拢上台语，当军课我拢上台语去，甲华语拢会讲，吼，啊，毋过是较袂，因为伊毕竟是当军啦，吼，我较袂讲要求讲一定讲台语，啊，毋过我个人拢是两个语言拢会个重新来讲一遍安尼，啊，这是目前啊，因为目前教表演艺术课。多谢老师啊，其实我感觉阮。这老师嘛是一点仔亲像即个演艺人员啦，所以我感觉你用表演艺术的方式来教即个童军是真趣味嘛，嘿，佮互我头学着一步吼，多谢你。上来，头方贵甲转来啊，方贵敢有？安尼敢有声？有，安尼会使啊。我改用手机啊，因电脑有问题。好，安尼有。想要请教老师的是，因为我今年要考教师检定考，6月18。啊，过来的可能去实习。啊，我过来，因为我原来是台语科的。啊，想要请教老师讲，有啥物建议会当伫即个阶段做准备安尼？好，感谢。哦，我加分享，就是我甲你讲，恁爸恁老师这个教师这个检查检定，教检，我分数平均73，嘛无算低，因为我这世人该要读册尔，你爱我分准备，即摆咱毋是咧讲台语你会当去找迄主题式的即个用册，我学习拢是用主题式的去学习，其实即个教育差不多分2种，伊主要会考的科目，教真嘛是，所以你教师检定，考较悬的，其实对你以后考教真嘛有帮助，因为迄当阵其实我迄当阵是即个公费分发的，其实我嘛免考教真，我考教师检定只是这就会看出我这人吼，真有迄上进心吼。你我考60分嘛当分发，嘛当摕到，我这人才有上进心。就你大概是分做心理学甲哲学哲学，哲学甲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甲教育哲学，这2个科目你一定爱甲伊用读好真熟。因为一寡班级经营，还是讲辅导的一寡原理，嘛是用对心理学去的。有像有一寡即个制度，还是讲教育理论，因为教育你应该一个课叫做教育概论，概论，因为迄真侪拢是对教育哲学去发展的，所以这2个科目你一定爱读甲足熟手的。我的准备就是照主题去读。一个主题讲迄啥物行为主义，还是讲人本主义照议题去读你会读较彻底。像迄教育哲学，有诶你毋知老师咧讲啥货，完全毋知讲啥，听三无赞听无。
有一个网络顶有一个迄开放式的课程，叫做有一个念书的是清大，较早新竹教育大学的啦吼。清大即马清大一个苏老师，伊有开即个开放式的课程，你会当去听教育铁学。听你会较清楚，因为铁学即个物件无讲，你就是毋知你到底讲啥货吼，迄毋是人读的物件，所以要有老师来甲你指导一下。你有即两个主题是去读，你若是有时间吼，你会当配即个写轮笔记，即 Google 嘛有 Sharon SHA。已經下載啊。毋過我甲你講，因為你係單純要考教檢你免迄本免讀甲足熟咧，你免大量看，你無遐濟時間。因為伊內面有誒真誒是真哩較有，你就是配即個寫公仔題，閣寫主題式，大概看啥物會考，我攏寫佇即個寫論筆記，就迄本，到時陣我去考誒教師檢定，就摘一本去就好啊，就套8面啊，無問題啊。講得真簡單。毋過壓力足大誒，剩無90工咯。係啊，我嘛要考。你是迄風貴哦？你倒一間大學誒？東華花蓮啊。東華8面無問題。通過誒幾率一半你知無？差不多一年攏一半。你袂遐衰啦，哇！你袂遐衰，慢慢做保庇。係啊，你看，你有新民的保庇，透動誒啦，我甲你講，頭一檔一定愛過哦，因為阮教授一直甲我講，一直甲阮學生講，你頭一檔無過，你後一檔應該都袂過啊，所以頭一檔愛過哦，你拼死嘛愛過。好，拼死嘛愛過，好。感謝，我嘛是學到啊，愛抄起來，我今年嘛要考。加油啦加油啦！先感謝今日美芬老師的分享。